大家好，我是怡晶。大家好，我是妮妮。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热力剧团的秋工时间。秋工时间，为什么会有这秋工时间呢？就是讲想要甲囡仔做伙做一寡物件。今日的主题就是回收妖怪翁仔。嘿，就是讲啊，平常时啊，你食物件是买物件倒转来厝里的时阵啊，一定会有足侪的回收垃圾。亲像讲啥物咧？我手头这是啥物？你敢知？就是你有咧啉茶，对，我阿爸。这是姜啦，对，就是身体健康啦，嘿啊。因为你咧茶啉了啊，就有一个纸盒仔，这纸盒仔若是单调嘛，足可惜的，就来看卖会使创啥。我感觉单调袂可惜啦。袂可惜，是啦。这个塑胶盒仔。塑胶盒仔，你知影这是安怎来无？这敢若就是咧滴水果、果子啊、葡萄啊，对，种。无毋对。因为你厝内底若是无灶骹，亲像咱租厝嘛，阮租厝啦。平常时若是无灶骹，你就一定爱去外口买一寡物件转来食嘛。抑毋过外口买的物件一定会有啥，就是这垃圾。我感觉你的垃圾会当感觉你即个人足健康的，就是茶啊、水果啊。是，因为妮妮这平常时身体嘛是毋是诚好，所以讲嘛较虚啊，所以讲爱食足侪较健康的物件啦，希望会使常常甲大家见面。我的垃圾，我的回收，就较无健康啊这啥？就是饮料的这，歹势吼，这毋是我啉的，阮翁啉的。嘛无讲过哦，这是凊彩摕的。是，好啊。好，搁有这啦，这都是哦。我头拄想讲吼，因为真正是前几工哦，咱遮较摒扫，嘿，所以讲摒扫刷无真正无足侪的粪扫，抑毋过阮今仔日就是想要互大家看卖，你就是莫去买，啥物物件就是摕即马你手头有的，所以讲厝内有的啥物拢会使，所以讲我就摕这是啥？你敢知？粪扫落啊！对，粪扫落啊，你一定足济吼，来看卖安尼，舞会使创啥？我嘛准备一个塑胶落啊。嘿是。这嘛是缀饮料。嘛是做爱啉饮料。好，刷落来爱介绍啥物咧？你倒顶阁有足侪物件，小等下要来算的，有啥物咧？就是讲厝内有啥物就摕啥物，阮即马有的就是加刀。加刀嘛有。足基本爱的物件吼。是。阁有，我感觉这双面的贴布足好用的。是，双面的贴布有两种。嘿啊，我嘛有这是这啥物水电的哦。嘿，水电用的，阁有这是纸胶纸贴布。纸贴布。纸胶带。好，阁有哩哩块块物件。这白膏啊。白膏啊。我阁有准备这。目睭。目睭。其实目睭毋是遐尔啊环保，所以你嘛是会当用别个物仔家己做。是啊，我就想讲吼，阁有足侪会使彩色的物件，比如讲蜡笔。蜡笔即摆会使来出礼物。阁有啥咧？这是啥？哦，亚克力的台语。亚克力颜料，就是一种水彩，也毋过伊是防水，打较紧。但是爱洗哩哦，若是囡仔要用的衫，就洗袂掉啊。你着永远会使看到迄段回忆，迄段记忆。好哦。阁有水彩嘛，你有准备？水彩笔。我阁有准备这叶仔，但是我即摆毋知我摕这来创啥，我可能等者想看卖。好啊，你会使摕我的，我嘛会使摕你。好啊。阁有这彩色纸。哦，对，阁有彩色纸。无共款色地的彩色纸。讲诚实，因为平常时咱剧团有咧做足侪道具。嘿，所以讲会有足侪这哩哩块块。若是讲恁兜平常时就无咧做这些，无要紧，有阁有穿啥？就是这是啥？
就是平常时啊，你若是有啥物广告单啊，嘿广告的，你买的纸，嘿啊，遮的你若是无要用的纸，拢会使摕来试看卖，当做你要做这个物件的材料。啊，莫，其实今日的用意就是讲，你厝内有啥物，就摕啥物来做，莫去加买啥物物件来用，安尼就伤浪费啊！毋是阮的初衷。嘿，无毋对，就是安尼，阮准备要开始来算啊哦。啊，若是啊，你嘛有即个心情，啊，搁有足侪物件会使斗阵来算，嘛欢迎你嘛，即马会使家你的物件传咧。安尼你会使先试迄暂停钮，就小停一下。啊，阮开始，你嘛会使开始，啊，咱就哪开讲，哪来做一个妖怪红啊哦。好，咱要来开始啊！好，你嘛准备好啊吼，咱就开始。一开始的时阵，应该拢会感觉我到底要做啥物好咧？有时阵啊，我伫咧厝内底来做物件时，阮有时阵想讲啊，今仔日亲像讲要画鞋啊，还是啥物的，你会使头一件代志，就是你去网络找一下，去网络找讲哦，譬如讲你会使Google。迄图片，啊，你着拍讲妖怪，啊，今仔要做妖怪，因为妖怪有足侪种的啊，是毋是日本啊，还是台湾啊，嘛有足侪妖怪的资料。模型啊。模型啊的资料，啊，你会使看卖有足古锥的妖怪，嘛有足恐怖的妖怪，啊，你来找一张哦，你上介意的图，啊，你想讲哦，啊，我要安怎做，会使家己参考一下，你就会使有一寡灵感，我是安尼感觉，啊，你咧？就是因为我爱做这个物件，我就一直看伊的形啊。哦。这敢若会当做啥物的，就安尼看咧。嘛是会当看网络的资料，啊嘛是会当家己想，就是你的想象力是就好诶。是啊是啊，啊我头拄仔后伫咧摕这物件的时阵，就感觉一直伫安尼合一，所以讲可能讲我会使对遮开始想讲我会使做啥，啊，搁有头拄仔嘛是想看卖哦，感觉安尼存落去，这安尼一组的共款哦。好，安尼阮就会使来看卖，小等会使做啥物物件出来哦。这毋知敢会使？你平常时若疫情的关系，啊，你伫厝内底是毋是拢咧耍？拢咧耍。嘿啊，阮甲囡仔耍啊。甲囡仔耍嘛，做足侪手工的物件。是吼。我感觉迄纸箱仔上好做。哦。纸箱仔，譬如讲。就是因为疫情，你就会无法度一直出门嘛，所以你就会网络安尼买物件，线顶安尼，试咧，就做侪纸箱仔送到恁兜，你就啊，这纸箱仔是要创啥？就来做一寡囡仔爱的物件，你就做侪有诶无诶。啊，你会使甲大家分享一下，讲平常时恁做啥物啊？我会记你做足侪物件呢。我平常时，纸箱仔上好做就是一间细间厝嘛，你就用迄美工刀安尼挂一个门啊、窗仔门啊，你就足欢喜的，当耍足久的。啊，无就是有做迄骷髅马。骷髅马。骷髅马是恁家的号名。一只马。一只马，嘿。哦。啊，用纸箱仔做马。听起来足厉害的呢。啊，搁有机器人。机器人。好啦，伊纸箱仔。纸箱仔足济，啊，搁有做啥物冰店啊？会当卖冰啊，吼。啊，你冰安尼看起来啊，你每一摆做一个佚佗物仔会使算偌久哈？算可能2礼拜纸箱仔就要烂去啊。大家记着2礼拜，你就要上新的，上新的。其实1礼拜你就会感觉哦，囥伫遐就定位的，啊，一直看，就做神的，就想要做新的安尼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，这就是灵感的来源。拄则我袂记只讲，我搁有准备一支速供。哦，这是速供。饮料嘛会速供。你就是饮料一组嘛？规组拢是饮料。是。对哦。我疫情的时阵啊，嘛是收到足侪寄来物件。虽然讲我毋是一个伫网络买物件的人啦，我是一个古早的人。伊要买啥物件拢甲我讲，你敢要顺续甲我订册买啥？对。因为我平常时拢无咧用迄，我甚至迄 Visa 卡嘛无。你敢要去办一张？
无啊，因为毋知呢，我就是一个古早的人，伊阁是讲，即马少年人拢安怎？无安怎哦。啊，我上爱买册的时阵啊，嘛是就爱去册店买册啊。啊，讲到这，因为疫情关系嘛，啊，伫厝内底足久啊，开始降级的时阵，就会使摕迄环保餐具啊，环保的家己的鸭肉啊，去缀你想要食的物件，啊，我就一定会摕翁仔，不摕鸭肉出去缀物件。嘿啊，安尼较环保啦。你这个真正是一个足环保的人。我尽量啦，若是有看到我无环保的时阵，就互相提醒啦。昨阮去买豆花，伊家己摕一个足大的鸭肉。嘿啊，安尼捧转去，大啊，家拢我就是搁摕一个饮料转去。嘛是拢无正讲的台语，就爱大家我无法度。你是咧创啥？我看无你创啥？我想讲，你袂喘哦？我想要做一个足长的嘴。有我有看出来。要毋讲你这分袂出去啦。因为疫情是毋是，互囡仔放假足久的啊？疫情的关系啊。阮囡仔5月就开始放假。哦是哦。伊已经放假讲，妈妈，我当时要去学校啊。真正足趣味的呢，放假到囡仔拢想学校啊。啊，你安怎甲伊讲？我就感觉做好啊，因为伊平常时是做无爱去学校的。哦是哦。就是一个较避暑的人。啊，你感觉足好啊！你甲伊讲啥？我就甲伊讲，哦，搁一个月。伊是毋是感觉啊，那会愈听愈久，愈来愈久？爱互伊打。虽然讲吼，这亚克力颜料啊，会使比迄水彩较紧干，也毋过伊若是伫咧塑胶顶管啊，嘛是无遮紧会干啊。大家嘛是爱较注意的哦。你即摆咧做这是啥？我毋知啊，我即摆就是随心所欲，我心内底感觉伊安怎，我就安怎，完全无咧想哦。囡仔说，嘿啊，因为囡仔咧耍的时阵嘛是安尼啊，就安尼，我感觉这会使安怎，伊就会试看觅，啊，我即摆就是咧试看觅。其实是，就是你的想象力是上好的，因为阮剧团的行政丽丽啊，有一摆看我咧读一本绘本，啊，伊就讲，这绘本的画家是阮小学的老师呢。哦。迄叫啥？想袂记真，就是画咧，你做爱，迄本绘本有一张树啊，迄是啥？爱心树。一张树啊！哦，周见信。就是小榕树，老榕树与小松鼠。伊嘛有画做白色恐怖的受难者，蔡白白伊的漫画。哦。啊，就是阮丽丽就看着讲，即本漫画，就这是阮小学的美术老师呢。啊，伊就讲，伊小学的时阵，即个美术老师，甲其他的老师都无共款。安怎讲？伊讲无爱囡仔去画迄种，市面有足侪画书，啊，伊是拢画好啊，啊，你只要你家己用色水安尼画起哩，就好啊，就是彩色啦。哦，我知。安尼，啊，伊就讲，伊根本就是限制你的想象力啊，你就是
照伊的安尼画一张画尔，所以伊做无爱囡仔去画迄种画画书的。哦，原来是安尼。我细汉时阵嘛无画过遐，因为我细汉时阵，阮兜就是较安怎讲啊，足节省的，要安怎讲？较俭啦，嘿啊，就是足俭的。啊，嘛是有影响到影响到我到即马。所以来做这个回收的。嘿啊，来做这个回收。啥物啦？就是安尼。足俭的嘛。就足俭的，嘿啊，足俭的。我会记得有一摆，峰辉老师是教咱啥物台语，就讲，嘛是叫我讲啥物俭的俭，还讲妮妮你足俭的俭。我啥物音我袂记了。是俭还是俭？我毋知。差足济。伊讲俭，啊无，伊讲省。伊讲嘿，你讲啥？这个字甲省钱的省共款，我袂记伊讲啥物啊？我只会记伊讲，就是你足省的省钱的省。我讲好哦，多谢峰辉老师。你真正是足省。无，我只是平常时无啥物想要爱物件。无啥物物欲。恁兜的狗仔几岁？因17岁啊。是啊，是一个老阿嬷。阮兜的狗仔，搁咧壮年期啦。哦。7岁，8岁到9岁。哦是哦，真正是壮年期。阮兜的狗，买恁兜的2杯啊。我讲伊的2岁。17岁无简单呢。是啊，啊嘛足老的啊。想讲以前啊，阮厝内底伫台中，啊搁有啥物啊？围墙，围墙，安怎讲？围墙。足悬的。嘿啊，啊伊就会爬入去顶悬，安尼行。爬伫围墙顶面行。是，足厉害的。好哦。就是安尼，就是迄种意气风发的狗。伊有才艺。嘿，伊有才艺，就是会使爬来爬去。哦，这敢是头毛？是啊。你是毋是要好啊？无啦，还袂啦。我足紧张的。袂，你免紧张，我阁足久的。我开足侪时间咧想的。我开足侪时间咧开讲的。其实做物件，我感觉想的时间是上济。是啊是啊。你若是想好，你做起就足紧。是啊是啊。啊有诶时阵啊，若是你讲你只是想要算看卖尔，啊迄个时阵我就会莫想，就是哪做哪感觉，就想讲哦，这会使安尼，你就会使安尼试看卖。嘿。啊！你爱食药啊？嘿，我食药。我细汉你细汉时阵爱有介意看迄听讲放假，嘿啊，有介意看放假？我囡仔时无。无。但是我大学的时阵有。哦。我大学时阵就爱看迄，但是我袂记即名的。有啥物怪物哦？哦，有怪物。怪物。有足侪有拢有怪物啊，啥物？毋是，迄本叫怪物。就叫哦。大钱应该知影是啥物，因为伊可能甲我讲过。是。袂记起来。好，互你打一个。即摆我今日做到遮，互大家看卖一下，啊还袂做了。好，我即摆干那做到遮。嘿，要紧啊，豆豆来。啊，你会记你迄个放假内底是咧画啥无？听起来就是足侪怪物。毋是呢，伊真正是咧讲人性。哦。我嘛足介意看迄个，我会记得我细汉时阵嘛是看迄啥物，我袂记了。阮两个。记忆拢做我歹的，歹势。就是迄个
迄放假内底有一个医生，吼，我个怪伊迄节课，毋是天马医生，天马医生，我毋知。其他拢袂记起来。哦是哦，你会使会记你迄天马医生就要考啊？天马医生很帅，哦是哦，你讲足缘投的。以前的时阵啊，我就有去看足侪影片啊，有一款影片就是咧介绍讲，日本有足侪放假家是安尼讲，漫画家，就无共款，嘛有足少年的，嘛有已经做足久的，有一个画放假画甲足有名的人，伊就想讲，大家拢知影伊的作品。也毋过无看过人是安怎画这放假的，嘿，嘛无看过迄画放假的时阵，你爱一张图你爱开3点钟，也是讲你安尼规本爱开偌济时间，所以讲伊就会出一集无共款的，介绍无共款的放假的画家，一集甲你讲，哦，即个风格的画家是安尼做的，因为伊平常时画家拢是足歹势足无想要互大家看到伊本人的，所以讲因为迄个画放假画甲足有名，迄个人嘛是前辈啊，安尼啊，就是先辈，伊人嘛足好的，所以讲就足侪人想讲好啦，互你访问啊，互你来翕我画这放假的时阵做实的情形。结束了后，可能讲这放假已经出去啊，一个月啊，是一礼拜了后，因两个人就坐落来，就看迄个影片，两个人就开讲讲，原来我工课的时阵，我做事的时阵是安尼哦。另外一个人就甲伊讲，啥物？你用这个方法，我嘛要学起来，就足趣味的。我嘛是迄个时阵才知影讲，原来放假是足困难的物件呢。就画图是足困难，足久的安尼。嘿啊，画足久了后，以外伊嘛有足侪代志要注意的啊，我嘛感觉这嘛足厉害的。几当前我伫英国读册的时阵，有一摆我的日本的同学，伊就问讲有一个放假的活动，你敢要参加？放假的活动？我想讲，你当阵迄电影放假有？足出名，我想讲，台湾的电影来到英国后，你嘛知哦。我就讲，好啊，我就去现场就，足侪放假，佫有人 cosplay 啊，都做好势，原来放假是即种放假，毋是放假，毋对，足够水的呢。互大家看卖，有时阵你用这蜡笔你嘛会使安尼画画，画画了后用你的手安尼甲伊抹，伊个色水就会走去无共款的所在，嘛足好耍的。你会使互无共款的色水蓝的做伙，有时阵你会使染着一个，你感觉讲安尼袂歹的色水哦，大家看卖。你嘛会当试看卖，啥物色甲啥物色做伙会变做啥物？是，无毋对，足欢喜的，足好耍的。我每一摆画图啊，是做物件时阵，我拢想讲我咧耍，安尼我就足欢喜甲伊做了。嘿嘿，安尼大家有看到无？迄是目睭啊！够水呢。是啊，互我想到迄摩安娜内底迄只金仔。对，摩安娜足好看的呢，足好看。摩安娜金仔是我心中第一名。是吼。这个时阵我甲你讲，一定要去看，就是安尼。因为伊是咱怎讲？伊迄查某囡仔足勇敢的。无毋对。伊足主动要去解决问题。是，伊毋知是。其他的迪士尼的公主，以早较无即种。即摆愈来愈侪啦，你过去印象当中，你家己处理家己的代志上有印象的是啥物代志？你会记得？处理代志。就是你家己的
突然间雄雄有感觉讲，哦，我大汉啊，我家己要处理家己的代志啊。你讲感觉是啥物？可能是大学毕业了后第一工吧。哦，为啥？为啥物？为啥物？可能是因为以前我上课的时阵，做是一个好学生啊，就是袂翘课，安怎，拢会去学校。啊，拢去学校就叫做好学生。大学时阵做侪人翘课的好啦，我是拢无翘课哦。好啦，听着无你的同学。然后就是后来毕业了后，我就想讲，因为阮学校足远的伫干道，所以就想讲我爱搬去市区，离人群人较近的吼，离人群比较近，较知影这个社会的脉动伫倒位。想遐多哦。嘿，就是。我爱做呢，就是无想要依赖学校安尼啊。是啊是。就搬去市中心了后，早起醒起来的时阵，我就感觉，这世界无共款啊哦。我毋免去学校安尼。啊你就做无共款啊！我想要做啥，我就会当开始做啊。嘿，我想有啥物想法就会当开始做。可能是因为我读的这戏剧系，甲别个学生无共款，所以别个学生可能毕业了就一直爱找一个正职工课。迄当阵我也无遐安尼想，所以一开始我无去公司内底，是后来才入去公司内底。哦，讲到遮我。拄大学毕业，到即马我一直拢无伫同一个公司工课过呢。你若是做表演，嘿，我一直拢是。应该拢毋是入去公司内底，就是找有 case 来找你安尼，还是你去 audition 啊，去参加啥物活动安尼。是。好哦。其实我感觉你学啥物，含你未来要做啥物，其实是无共款。是啊。你永远拢有时间来选你想要爱的物件。学你想要爱。但是你若是已经70岁啊，嘛是有机会。这是真实的哦，这真实的哦。因为我细汉的时阵，若是有来听过我的演讲，应该就知影讲哦，就是我细汉时阵，要读的物件，毋是我喜欢，是我爸母替我决定的，嘿啊，是我的阿母啦，因离婚了，我就想办法选择我想要爱的物件。也毋过足侪人讲，那安尼毋是会足辛苦，因为你毋是你即马做毋是你原本学的嘛。你当然你着爱开双倍的时间去学你即马想要爱的物件。也毋过因为迄是你想要爱的，所以讲足辛苦的，也毋过你会足欢喜的。高水。这互我想着迄 Cookie Monster。对。足好耍的，所以讲伊就搭袂去。看，这做这物件毋是足轻松的哦。你做这物件，就爱伫你中内，伫试看卖，还有啥物所在会当家用搁较好的。哇，足介意你有一个分享，你会使甲大家分享一下无？啥物分享？就是你讲，你的查某囝足爱扮家家酒的。哦，办公会啊。嘿。来，这甲做手工。就是讲吼。耍游戏的时阵。我有两个查某囝，因拢毋知是安怎，就变做足爱公主的，足爱扮家家酒，耍办公会啊，就是有足侪翁啊，就是遮煮饭啊，要困啊妈妈要去倒位，囡仔哭啊，妈妈来照顾，啥物的，我伫边仔，甲因做伙耍着足爱困的。每一摆耍办公会我拢足爱困，拢想要拄久。我就想讲，安尼，无法度融入因的游戏内底。
啊，就发现讲，因为我平常时就是咧做遮个物件工课嘛，我伫生活内底就是咧照顾囡仔哦，煮饭哦，创啥，啊，就游戏内底搁要煮一摆，哦，就足忝，足爱困的。所以我就甲阮囡仔讲，好，恁耍吼，妈妈伫边仔做桌久哦，你翁仔有想要杀还是啥物桌久，甲妈妈讲，我会帮你做。做这较袂爱困。所以因就有做者娃娃的枕头啊、棉被啊、煮食的棍啊，拢是你足厉害的。无就是你爱精神起来，就是爱精神起来。真正是爸母足无轻松的呢，做足个代志的。哎哟，你看哦，即摆我咧做即支，大家知影是啥物无？会使来看卖哦。我毋知我是毋是愈来愈爱出去啊？这是啥？你又看卖啊？哈？你又看卖啊？伊讲即只啊？无啦，我讲即支啊。即支？伊的喙齿。毋对。啊，伊的角。嘿是。我嘛有角。啊，你嘛有角，伫遮。因为妖怪拢有角。有时阵啊，我足介意囡仔咧耍的时阵，就是耍甲规个手安尼，垃圾离落啊，还是物件拢是无共款的形，无共款的形，无共款的时阵，安怎？你看，这若目睭，诶，互大家看卖者，你看，这内底无目睭咧，诶，这足袂歹的呢，你会使试看卖，因伊是妖怪啊。妖怪买啥物目睭？你是咧想啥？哈，无啊，我要换一粒。哈，你甲伊放弃哦。我要做好啊。你要做好啊，好啊，我嘛差不多。因为我做的足简单的，我无啥遐尔啊复杂，你会较复杂。无啦，嘛差不多啊啦。啥物？足欢喜，这敢若足古锥。敢若足网是网仔呢？哈？是网仔。啥物网啊？就是网仔啊。因为伊即支啊。这是后壁好。我是后壁哦。我亲像一个面呢。好。面伫遮。哦，面伫遮。哦，我看着。你是毋是？因为黏袂起来。我其实有热熔胶。哦是哦，免啊，免，要紧要紧。因为我要想讲吼，也是摕迄囡仔会使摕物件，所以你即摆是用啥物料？这是粘土，绿粘土，较安全。较安全。因为阮家己咧做桌久的时阵，定定用热熔胶，但是囡仔会烫着，我的囡仔都叫我烫。我咧做物件，啊，伊伫边啊，我有甲伊讲爱洗哩哦，但是伊也是无洗哩就烫着啊，所以热熔胶较危险。咱毋对。好哦，上尾啊，这。哦，就是叶仔叶伫咧内底。夹起来，夹两个。哦，这是人屎哦。嘿啊。好，好。做好啊。嘿，小等下，我阁有物件想要咱借我一个，多谢啊。免洗哩。免洗哩哦，是安尼讲，毋是？就是即摆囡仔拢会用华语去想讲免客气，哦，是免洗哩。嘛是。较早阮时代拢是讲免洗哩。哦，就是讲你免就是免客气。哦。就免遐尔细腻的讲话，即种感觉。是，无毋对，迄妖怪翁仔就是说安尼，是安尼。所以伊的喙敢会当合一。会使，也毋过小等，因为伊还袂当，我足惊的。伊是妖怪内底合要一起。合要一起，对。伊就是会使安尼。啊，搁有就是，伊会使飞起来。再甲伊配音一下。哦，你是天顶咧飞的妖怪。嗨，你好。你好。
奇怪，今仔会拢无看到我的朋友咧？我的朋友伫倒啊？你好，你的目睭足细粒。歹势，我干即种目睭尔。哦，是哦。啊，你好啊，你是咧创啥？我是我咧找我的朋友。啊，你咧找你的朋友啊？我的目睭要落去啊，小等下哦。你目睭要落去啊？检查一下。我真正是吼。我本来吼，想要做这啥？切牙。切牙哦。哦。就是即摆是我知。7月嘛。是。吼，但是做咧就感觉规起来做一个新的妖怪，但是。门是毋是要关啊？什么门？哦。迄个门哦。迄个门啊，嘿啊。是哦，我记是讲伊早开尔。是要关啊啦。哦，是哦。我会记哩是安尼，今日是几号？你看。哦。你看我的喙齿。哦。你看我的杯哦，杯互你看。你看我的杯甲。我感觉你会当甲我载呢。好啊，你来。你敢你知影这位安尼用安怎用？你来是哦。真正的咧。哦，伊会教，你会知安尼。我真正的咧，我若是做较伊变做伊固定的，的无啊？哎呀，你是我的无，安尼就一组啊，你看到无？真正是好兄弟。是好兄弟。好啦，真正是最好笑的。啊，恁做的物件是安怎咧？头拄做的嘛，会使甲阮分享哦。这就是咱今仔日做的红啊，妖怪红啊。希望大家有介意，后摆咱再来遮斗阵做物件，斗阵分享哦。今仔日手工时间就到这，大家再会，好兄弟再会。再会。